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嘉應高升應聲彈出啦，隔離拍住佢仲係幸運有你啊，中間賢者無敵搶啦，出邊維港智能最出仲有隻魔術控制啊，內欄呢就永進劍豪啊，馬林中間粉紅袖呢仲有隻美麗第一啊，外邊係合火奔馳啦，尾五位置就係呢隻李健夢境啊，尾四係金鑽貴人啊，後邊三匹馬野田冰封啦，賢德之君啦，暫時殿後係驕陽明區嚟㗎，好啦咁啊轉緊彎啦，前面魔術控制就貼欄放嘅，第二位有維港智能啊，內欄第三隻賢者無敵啊！第四位合火奔馳啊！第五位咧埋邊咧仲有榮進劍豪啦，響出邊咧仲有呢隻就嘉應高升啊！後多層啊嘛，美麗第一啦，馬林中間咧仲有李健夢境啦，再後邊啊嘛，黃三隻金鑽貴人掟出去大外檔嗰邊咧就係幸運有你啊！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嘛，魔術控制啊，中間維港智能追緊佢，外邊嘉應高升一比落去就有啦！再見到外邊追嘅嘛，仲有李健夢境後邊嘅嘛，仲有驕陽明區啊！再後多層係金鑽貴人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嘉應高升以一個非常無敵嘅姿態收姜贏出呢場主席短途獎啊！真係認真厲害啊！今場賽事仲要有少少改咗個跑法啦，大約跟住個第四位入彎攞咗出去中檔嚟追啊！而今場賽事直落已經贏晒3場噶啦，首先係百週年紀念短途杯，再嚟攻下咗女王銀禧紀念杯，嚟到今場主席短途獎成功，咁啊真係3料冠軍，成為3冠短途王，4個字形容晒實至名歸。2025短